敢来偷啉烧酒？这人嘛咧厝边啊困涂骹，我今日走。哎呀，回家，嘿嘿嘿，你啊看，哎，有影讲了有准哦对，阮爸才是伫遮困啊，我感觉真爽呢。嘿，阿娘讲的哦，绝对准的啦。那恁阿爹哦，从来毋捌讲无倒来困的记录啦。迄是家在讲哦，选的伫遮咧困哦，要若无哦，伊皮里骨子我会讲。哎呦，你无咧骨子肉你啦，阿娘你毋好安尼啦。你安尼吼，你也毋是迄款的篮球队员啊，前破顶人啊，寸步不离，安尼唔好啦。安怎？迄阮爸养母真上中，伊若喊你几时转来一摆话，你逐工转来你哦，原来就是死啦！你是想伊倒去啦？阿娘毋是伫烦恼啥啦？伊出去收潲呢，也无转来讲随甲咱报销啦。我是咧烦恼这点啦，你甲看，你看，哎呦，还腰我讲也困伫咧遮啦，这毋是款的啦，紧来紧甲因叫起来啦，紧啦！哎，天光啊啦，日头拍卡枪啊！会啊！就是死啦！连恁祖妈大我，你也要安尼计点屁说心啦？我拢无，互你招，我真正去互鬼吓惊着，我袂骗你啦。哎，足奇怪咧，哈？恁三个是安那面色咱遐歹，是安那头拄去，真是去互鬼惊着？哥，安怎啦？啥会啦？哥，我甲你讲哦，昨晚我看一个哦，足恐怖的怪物呢，是迄哦龙的头哦，人的身呢。讲真经的哦，后尾讲龙头啊人身哦，啊迄款的物件你都爱甲掠起来，掠起来甲金苗啊做标本，摕来互看，还大条咧哦。拜托你莫再讲笑好啊！真正我昨有拄到迄怪物呢。好啊，哦，当我咧讲过，笑死人，龙头人身，伫倒，咱唔叫出来，我看者，叫出来啊！正经的第三幕，我无骗你啦，我骗你哦，我无法就抓，免酒抓啦，我咧讲啦，酒啊啉落啊，无爱甲恁踮仔咧拍拉凉啦，入来去，来房间算小，我来这样讲的，对，行，辛苦啊囝，安怎？咱转来房间，行。按照对，咱甲爸爸兄啊，咱来无会害行紧。哎呦喂！我，啊一人带一个走，家阵倒酒的伫遮拖三连。我也煞唔知影迄三马足早就咧笑想讲，迄新妇啊，要要互伊做新妇，伊要互迄大少爷做某，我也煞唔知。啊，放我甲伊一个孤单，我咧就迄个头尾去。阿娘，你放我到遮互救啊！你嘛着爱有灵有性出来甲我保庇，互我看将来会长志无？莫讲定定到这个所在伫咧互我。是咧阿娘，我唔对，小，我唔敢小。大哥啊，你讲我迄个温情人生做缘投的帅哥哦？嘿嘿，迄当然是真实的，我骗你要创啥？啊，毋过哦，救你迄个人虽然讲真缘投帅哥，啊，毋过哦，对我还袂着咧啦哈。你哦，那你这类型的踮咱水底有影袂歹看，啊那浮起你水面，迄就足歹讲的哦。啊，大哥，啊你毋是讲阮的温情人生做袂歹，啊那不甲带转来？但这着搁你教我，问题是因看到我吼，看到你安怎样？但我无机会甲因讲话，因就拢惊甲昏去啊。迄暝我就知哦，你生做足歹的吼，人看到你就惊甲死昏昏去啊。无啦，小妹，迄话毋是安尼讲啦，迄是问题是讲我看到因咧啉烧酒，闻到迄个酒味真香，我若是讲等因走的时阵，才入去内底吼，甲接看，哎呦，真赞呢，毋捌啉到遐尼赞，我若规样拢甲摸起来啉，你到尾怎酒醉怎原形怎走出来，毋知的。哈，你啉甲酒醉原形走出来吼，你有够放摆的啦，全班都无代志啦。你讲的什么话？你若遐搞无，你家己去找嘛。无哦，
不过哦，那我当这整容尔，医生讲这空嘴，佫等几落工才会好啦。佫再讲我是痴蛋呢，你叫我凊彩去找病啊，安尼人会歹势啦。是你甲我斗3工啦。无你定咧讲我饭汤，我无法度，无办法啦。哎呀你啦，大哥啊，哎呀你啦，我请你吼，就虽然你着上介听我，甲我上介好对无吼？你是我的大兄，你唔帮忙我，是要叫什么人帮忙我？哎呀你啦，好啦，你去啊啦。你甲我想一个什么好办法咋？就无法度啦，谁叫讲我这个小妹吼，遮尔贤讲话，佫遮尔贤塞奶，迄无听都袂。好啦，我已经想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到时吼，咱就知影讲这个倒机的吼，伊这个人算真善良，心肝真软啊。咱就变做凡间的兄妹啊，到时找机会去甲报恩啊，代志就解决啦。好办法，讲行就行，行来去。哎，王，你娘妹仔拄则咧讲的话啊，我拢听你真清楚。宝贝查某囝，你要报恩啊，就遮尔着急啦。王人伊是我的温情人呢，你无听人讲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我若无报答伊，我良心上永远都袂当过啦。唉，宝贝查某囝，你的心理啊，我是真了解。也毋过你哪会知影呢？我敢若担心哦，你一个查某囝甲一个后生，恁两个即摆若甲我出宫离去，佫无人通甲恁照顾，我要哪会放心着好？哎，父王啊，那这做你放心，我拢大汉啊，到时哦，我会保护阮小妹啊。囡仔，天哦，搁有我啊！你互我甲小姐来去，我会当保护伊嘛。恁小姐是要去报恩啊？你敢有哪要去报恩了？哇，哎呀，差不多啦，恁哦，你叫我去嘛。好啦，父王啊，伊着爱哭搁爱缀咯，爱跟我去，我嘛较有伴。好无？好啦，我答应互恁3个出宫去报恩，也毋过恁哪会记的哦？恁若万人代志啊，都爱小心。咱若是报恩了后，恁就要随时回宫倒转来，知影无？遵旨。别人唔芳杯，爽快甲伊忧愁。阮放酒杯，安怎会是乱？我爱放酒杯，也无烧酒，我讲放酒杯，散甲从烧酒都袂瘾甲我带做伙。讲掺滚水也无啦，我煞袂记讲我这毒神啊，甲你阿汉你在兄滚水，掺滚水也无通安尼，我是。咦，啉一寡空气嘛袂歹。啊！哦，啉空气，我小可酒醉。哥哥，你看卖咧，我专工去厨房吼，摕这个鸡腿要来互你食呢，我今日巴肚枵啊。喵！是讲你安尼偷掠这个鸡腿来，若叫迄三妈知影吼，你稳当会无性命嘿。我才不管咧，我已经想过啊。我想吼，你搁继续留倒食，嘛无啥物前途啊。所以我即摆已经决定哦，要甲你私奔。细腻的啦。毋是啊，迄私奔是民国以后，毋才有人咧带私奔。咱即摆演古装啊，应该号做烧带走，毋才对。袂，我袂应该烧带走。啥物？你袂哦？我不管啦！我已经决定啊，我决定哦，要甲你私奔呢。你是决定啥？你倒啊？倒！你看，私奔，即摆我看变私刑啊！